而一個真正有吸引力嘅男人就好似一粒行星咁樣，例如好似太陽咁樣。太陽係唔會喺度追其他行星嘅，佢只會喺自己嘅軌跡上面安靜咁樣燃燒，釋放巨大嘅光同埋熱，因為佢嘅價值喺內在，係自給自足嘅。咁結果係點啊？就係所有嘅行星，包括地球，都會不自覺地圍繞住太陽旋轉，獲得希望得到佢嘅能量。太陽就係極致非需求感嘅體現啦。渣男之所以好多時係冇意識咁樣，就係扮演緊呢個太陽嘅角色，佢有自己更加重要嘅事情去做。佢嘅自信唔係嚟自你嘅肯定，而係嚟自佢喺市場上面嘅價值。佢唔怕失去你，所以佢咪敢於挑戰你，敢於說不咯。呢種極致嘅非需求感就會喺女人嘅潛意識裏邊觸發一種強烈嘅信號啦，就係哇，呢個男人佢嘅價值係內在，係自給自足嘅，佢有一個稀有性，佢係高價值嘅雄性，佢係一個可以依靠嘅能量來源，而唔係一個需要被照顧嘅能量負擔。